觉斯坦斗争的领导人亚普全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法庭被释放，但法院不允许他离开他所居住的街道，而数百万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被拘留在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和正在遭受酷刑。在2016年被土耳其警察拘留之前，他15年以来一直在联合国难民身份居住在伊斯坦布尔。昨天，他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法院再次受审，法庭决定他将获得自由，但不允许他离开伊斯坦布尔小切可梅街地区。之后，他在法庭面前向数百名在这里聚会数小时的支持者发表了讲话。他说，东突厥斯坦独立等于所有穆斯林乌玛独立，是整个突厥世界的独立。拥有15亿人口的中共政权一直在与东土耳其人民作战，只有4000万人口。事实上，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已经失败了。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信仰，绝不放弃我们的斗争。五角大楼说，中国仍然依靠对别国行使间谍手段来窃取最新军事技术。根据美国国防部星期四按照国会规定公布的有关中国军力的报告，中国利用各种手段获取外国军事和两用技术，包括定向境外直接投资、网络盗窃，对中国公民个人获取这些技术的渠道加以利用，以及电脑入侵和其他非法手段。报告说，中国利用这些非法手段，已从美国获取从反潜到航空设备在内的军事级技术。此外，五角大楼昨日发表的报告中警告，中国在北极深化活动，加强了军事存在。在利比亚首都的黎伯利及周边地区冲突发生1个月以来，丧生的人数增加到392人。据世界卫生组织称，4月4日，利比亚东部武装部队领导人哈里发·哈夫特将军命令袭击的黎伯利后发生冲突，造成392人死亡，约2000人受伤。该声明还指出，由于黎伯利冲突，大约有5万个家庭流离失所。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讨论了委内瑞拉、朝鲜、乌克兰和双边关系。在就委内瑞拉局势交换意见时，普京强调，只有委内瑞拉人民有权决定其国家未来。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乌克兰总统选举后的事态发展。据报道，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就和裁军达成新协议的可能性。在会谈期间，特朗普还强调，在委内瑞拉，政府应该以和平方式改变。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扎尔梅·哈利勒扎德率代表团与塔利班代表谈判。哈利勒扎德先前说，阿富汗实现和解需要具备4项条件。塔利班承诺阿富汗不会成为向其他国家发动恐怖袭击的跳板。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阿富汗内部对话全面停火。